你落小區響呢度步行就可以行到去呢個商業街呢啲嘅啦。呢度嘅得房率唔會好高嘅，因為呢度唔算係一個新規嘅產品，但係佢係珠海香洲14,000嘅單價上車，即係價錢平咯。呢度冇吹，好似仲望到對面嗰個廁所先。所以呢樣嘢係做得唔係幾好嘅。每一樣嘢樓又好人又好，都會有佢嘅一個優點啦，以及呢個缺點嘅。你真係唔係咁沖涼啊？你斜住沖涼，點樣沖涼都 OK， 咁個空間感夠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俊仔啊！咁琴日咧有個樓盤啱啱一放出嚟，啱啱一開盤，哇！成個珠海真係好似地震咁樣啊！點解啊？我相信咧，你哋都會有查到，即係一啲相關嘅詞語，就係單價14,000大裝修可以買到呢個香洲區。喂，你諗諗喎，而家香洲呢邊啲溶爛，即係步梯樓啊，都要單價18,000上車喎，好似對面呢個明溪花園咁樣啊嘛。佢明溪花園嘅話，佢目前單價要21,000上車，而且佢面積細到得個66方，最細嘅66方到呢個108方嘅。喂，單價14,000咁震撼呢個價錢，成個珠海震嘅原因就響呢一度啊嘛。咁啲人仲點會買金灣啊？點會買斗門啊？點會買坦洲啊？你睇下而家坦洲最起碼都要去到11,000、12,000。咁你話金灣嘅話貴嗰啲可能去到17,000、18,000。咁你話呢個斗門嘅話平晒都要10,000蚊上車啦，係咪先？所以想買樓嘅朋友點會去嗰度啊？肯定係揀呢個珠海嘅香洲區啦。所以今日咧就過到嚟呢個樓盤。咁呢個樓盤咧係叫做呢個隔籬嘅萬舒亞溪里。睇下呢個樓盤係咪真正14,000大裝修上車，定係佢入邊來有橋嗰隻有福咧？我哋今日咧一探究竟，咁睇下呢個樓盤嘅區位啦，以及沙盤啦，睇下呢個項目嘅一個交通設施配套啊，睇下呢個項目嘅優點啦，以及缺點，一一咧同大家去分析下。咁我而家咧就入去實啦，嗰邊睇下先啦。你睇下現場幾火爆，喂，閒日嘅啫喎，而家真係好似唔使錢咁啊！好耐都未見過咁樣嘅場面啊！咁而家咧你就嚟到售樓部呢個位置啦。老規矩，先從呢個區位圖啦，同大家介紹起身先啦。咁咧項目名咧係由格力集團咁樣打造嘅，就叫做呢個萬舒溪里。咁項目咧係位於呢個珠海嘅一個新香洲區，就響呢個香海大道旁邊嘅啫。咁從呢個區位圖，我先從呢個交通同大家介紹起身先啦。咁交通方面，好多朋友咧最關心嘅一樣嘢就係咩咧？就點樣翻去呢個香港，係咪？咁呢度咧，從項目出發20分鐘到30分鐘嘅時間咧，就翻到呢個港珠澳大橋啦。所以你過關翻去香港，大概都係1粒鐘嘅時間啦，就翻得到去。咁具體啱啱我 check 咗 check 22分鐘嘅時間啦，就去到呢個港珠澳大橋。咁具體要睇塞唔塞車啦。咁呢度咧就係翻香港嘅一個方式。咁因為咧佢旁邊咧就咧香海大道，咁你上翻呢個香海高速直線上去呢個廣州啊、中山啊以及深圳呢啲地方都係好近，大概都係個零鐘嘅時間啦，就可以去得到，真正可以實現得到1個小時一個大灣區一個生活圈嘅。咁以及因為呢度咧係新香洲區，咁有啲嘅朋友仔咧就即係覺得舊香洲區咧會更加有咩人間煙火嘅。咁翻去舊香洲區咧，大概都係15分鐘嘅時間啦，就翻得到去噶啦。咁譬如話去到呢啲嘅富華里都係15分鐘嘅時間啦，就翻得到去啦。咁交通咧就大致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先，咁再同大家去講下佢周邊商場嘅配套有啲咩。咁先講佢項目咧，其實係自帶一個珠海版嘅太古里，足足去到8萬平方米喎。不過咧未開業要去到明年年底先開業。佢已經全部都起好噶啦，有部分咧都係已經係招商響度噶啦。咁如果係目前有嘅係邊度咧？5分鐘時間行翻呢個香海大道直線距離就去到呢個山姆會員店，大概都係5分鐘左右咧就去得到噶啦。以及如果你去翻前山嘅一個華發商都或者係呢啲地方，或者環宇城呢啲地方，大概係10分鐘時間。咁有啲嘅朋友仔即係啱啱漏講一樣嘢，就係呢個明珠站啦。明珠站咧就係呢個城軌，即係去翻各大嘅城市呢度去到明珠站都係10分鐘時間啦，就去得到啦。咁呢度咧就係呢個佢嘅商業嘅一個配套。咁再講翻佢周邊有啲咩休閒設施嘅配套啦。從呢個張圖大家可以睇到呢個項目係背靠呢個鳳凰山嘅，所以佢一個居住環境、空氣質量
相對嚟講亦都會比較高。咁包括項目樓下咧就係呢個三溪公園嘅落樓平時食飽飯，中意喺呢度逛到你腳仔軟都完全冇問題。如果唔中意呢個公園嘅，可以10分鐘時間噔去嚟到呢個香山湖公園。所以你中意逛邊個公園都完全冇問題啊！咁呢個咧就呢個區位圖咧，大致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先。咁我而家咧就過去呢個整體一個沙盤嘅一個模型啦。咁同大家講下啦，呢個項目咧，咁我而家位置咧就喺呢個呢個位置呢個位置啦。咁項目咧一共由呢個住宅啦，以及呢個2棟嘅一個寫字樓咧，以及商業咧咁樣去組成嘅。咁呢一棟咧先重講，呢一棟咧就係佢一個升級嘅一個酒店嘅，然後呢一棟咧就係隔離一個總部。咁樓下呢一框足去到8萬平方米一個商業嚟嘅，所以以後起好咗進駐咗之後，真係可以實現得到行街行到你腳仔都軟，各位朋友仔。咁我而家賣緊嘅咧就係呢4棟啦。咁我目前同大家講下，1棟、2棟、4棟咧係暫時咧係未開賣嘅。咁目前開賣咧就係3棟呢一個位置。咁個面積段咧分別我先同大家去講下，佢面積段咧係91方啦，以及呢個104方啦，118方嘅。咁佢一共目前嘅價錢啱啱我都了解過，真實係有14,000蚊嘅。不過前提下得個2樓、3樓就得嗰那麼幾套嘅啫。佢正常嘅價錢咧要去到呢個18000蚊均價，並且係大裝修。咁佢一個因為已經係全部都係已經係起好晒嘅，各位朋友仔，佢要去到明年嘅5月份之前就可以交咯，即係等同於佢亦都係屬於一叫做準現樓嘅一個狀態嚟嘅啦。咁佢1棟咧、2棟咧係屬於一個大面積嘅單位，咁4棟同埋3棟咧係一模一樣嘅面積段，即係屬於一啲嘅叫做細戶型嘅。咁呢個咧就係沙盤一個隔離呢個三溪公園睇到未？會連接翻，即係落樓，即係唔需要開車，唔需要揸車啊，係行幾步路就可以去到呢個三溪公園嘅。仲有一樣嘢要同大家講下，因為忘記咗，就係呢個住宅呢一邊，到時候咧會有一條連廊，即係棧道，唔係棧道，連廊會連接翻呢個商業噶啦，即係直接行落去就會行到呢個珠海版嘅太古里。你話正唔正啊？係諗下都正到痹啦，係咪先？咁呢個咧就係呢個沙盤啊，以及區位就介紹到呢度先啦。咁我而家就過去樣板間帶大家去睇下先。咁我而家咧就上到4棟嘅實地樣板間呢邊，咁我而家位置咧就響10樓嘅，咁佢一共咧係2梯4伙嘅，咁個戶型分佈咧就係嗰邊咧就91方嘅3房啦，以及呢邊118方，以及呢個104方嘅4房。咁我揀下邊一間樣板間少人啲先，咁呢班樣板間少人啲咧就入去呢間樣板間同大家介紹啦。咁呢個樣板間咧亦都係最大嘅一個樣板間嚟嘅，118方到4房2廳2個衛生間嘅。咁一入門口最驚喜，我個人最中意咧就係呢個飄窗位啦。呢個飄窗位仲係送俾你先。咁平時咧即係坐喺度着下鞋啊，換下鞋啊，甚至即係你唔用，你可以放下雜物都完全冇問題。關鍵呢啲都唔使錢，以及帶一整面嘅採光面嘅，所以呢個設計咧我個人咧係真心會比較中意嘅。咁包括咧呢一整面嘅一個玄關位咧都係做好晒俾到你嘅。咁上邊咧會做翻啲嘅收納嘅空間啦，咁下邊咧就放鞋櫃位，放鞋嘅地方。咁其實有一樣嘢佢唔合理嘅地方係咩？我4房放得幾多對鞋啊？10零對鞋，你話佢係咪有啲黐撚線啊？係我嘅話，將呢個鞋櫃位咧就做大啲，或者係將呢啲鞋放翻出邊都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再睇翻房間第一間房先。咁一入門口咧，呢邊咧就會做第一間房嘅。咁第一間房咧唔會話十分之大咯，但係會比較方正。如果你話覺得呢間房唔夠使、唔夠用嘅話，你將呢個飄窗位剝咗佢你睇下呢個飄窗位其實都比較闊落嚟噶。足去到60公分，你剝咗佢之後咧，你放張1.8米嘅大床都完全冇問題，甚至放麻雀台、工作室，亦或者即係做翻間茶室都完全 OK 嘅，睇翻你個人嘅使用咯。係啊，咁呢度望出去嘅視野咧就大家覺得點啊？
肯定唔係幾好啦，係咪先？因為有整面嘅一個樓咁樣去擋住佢，所以佢採光導致咧都會比較差啲。關鍵嘅係呢度冇吹，好似仲望到對面嗰個廁所先，所以呢樣嘢係做得唔係幾好嘅，即係佢隱私性相對嚟講會比較差啲。但係咧佢就14,000就可以上車，不過咧佢係要睇翻啲低嘅樓層啊，低嘅樓層先有。如果你有去翻高樓層，應該要去到17,000到18,000左右有。咁佢交樓時間咧係去到明年嘅5月份之前就去交樓，亦都係屬於一個叫做準現樓啦。咁睇翻個格局先，咁個格局咧就餐客廳一體化，以及係南北對流雙露台咁樣去設計嘅。所以呢啲戶型雖然係傳統，雖然係普遍，但係佢住起身嘅採光通風效果值得一讚，係舒服嘅。咁我先從呢一邊同大家介紹起身先啦。咁呢個露台咧就平治後期咧，你洗衫晾衫嘅地方啦，整體上面做翻個呢個伸縮嘅晾衫架，夠晒你用噶啦。咁呢個視野望出去，佢樓間距咧唔會話即係十分之闊，但係即係我覺得就合適，即係中規中矩咯。你明唔明啊？不過佢視野景觀就會曳翻少少，因為有部分咧仲係起緊喺度，所以咧仲會睇到一啲嘅工地。到後期出年交樓之後咧，基本上都係起好晒噶，所以睇唔到呢啲嘅工地。景觀面亦都會比較靚。咁呢邊咧就會望翻呢個內園景噶啦，即係小區。小區有一個好處咧，佢係做咗叫做圍合式一個叫做園林啦，呢樣嘢都係值得一讚一佢嘅。咁再睇翻陽台就已經係睇完啦。咁呢個廚房嘅位置，轉頭帶大家去睇下，因為人真係有啲比較多，冇辦法，大家就將就下先啦。咁呢個客廳大家去感受下整體個空間咧，亦都會比較闊落嘅。咁建議咧一定要放個100寸嘅電視以上先 OK， 先襯托出佢一個空間嘅大。咁呢啲嘅風管機咧，已經係全部都係交換標準嚟㗎，都係用咗呢個格力嘅大品牌送俾你嘅。咁再睇翻咧佢露台呢個位置啦。嗱，咁個露台咧會又大又長。如果係我個人嘅話，就會將呢個露台咧就封咗佢。你諗一諗，露台封咗佢之後咧，就會顯得成個廳一個感覺，一個動線。佢嘅動線咧就係連廳連兩個廳相連，以及連露台嘅話就會十分之大，即係有種叫做200平方嘅感覺。喂，呢度118方啫喎，個朋友仔。咁呢邊咧就封埋佢啦。咁呢邊嗱有一樣嘢同大家講下，呢度望出去睇到未啊？你望出去底嘅感覺係咪有種叫做珠海即係太古里嗰個感覺？成都個太古里呢度咧就係珠海版嘅太古里，不過咧未開業嘅，全部咧起好晒。咁佢有部分咧都係已經係招商嘅，佢係要去到明年嘅年底啦先係全部開業嘅。一旦開業咗之後咧，你唔需要揸車，唔需要坐車過去噶啦，你落小區響呢度步行就可以行到去呢個商業街呢啲嘅啦，呢度嘅啦，所以幾方便係咪先？中意行街嘅朋友仔呢度真係最好不過啦。咁我而家就轉頭再睇翻個廚房位置先啦。啱啱咧比較多人，冇辦法嗱，各位朋友仔，佢可能今日嘅動線咧有啲亂啊。咁呢個咧就係廚房嘅位置，因為咧點解我係都要講嗰個成人廚房咧？因為我好中意啊嘛，夠大啊！睇下，首先 L 型咁樣去設計啦，佢一個功能分區咧會比較明顯，以及呢全部都係做咗呢個鋼琴一個烤漆嘅，呢啲櫃位全部都係做好晒噶。關鍵仲有帶呢個採光面，所以呢度咧屬於一個明廚嚟嘅，以及3件套都係交付標準，係3+1。睇到未啊？呢個風管機都係格力嘅，都係送俾你嘅。因為咧，我點解咁中意個廚房？佢不單止大之餘，仲可以塞到一個雙開門冰箱，我就等同於一隻門。呢度係另外一隻門一開，因為我中意比較買嘢啊，所以咧一定要雙開門冰箱先夠我使，夠我用。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客廳啦、餐廳啦、露台一個位置啦。咁而家咧就入去呢個休息區，帶大家去睇下。入休息區之前咧，有樣嘢我係又要讚一讚佢，點解？呢個智能家居，喂！即係咧，因為隨住呢個科技嘅發展咧，而家人哋嘅生活水平咧，真係越嚟越高啊！包括呢啲高科技嘅嘢，即係以前一定要開到門先可以開燈，而家篤篤手機開冷氣，篤篤手機關窗簾，篤篤手機
咩都可以開，真係叫做咩方便啊嘛。咁呢邊咧就係第一個唔係第一個，呢度係屬於一個叫做工位啦。工位咧有一樣咧，佢比較三段式嘅一個設計啦，以及一整面嘅一個鏡櫃位後邊咧就係一個叫做收納嘅空間。但係咧佢嘅收納空間咧會有少少短啊，有少少短。如果後期即係多嘢放嘅話，後期我會改造一下佢，都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包括咧，因為嗱，即係有啲人咧就唔中意呢啲飄窗位嘅。點解？因為會覺得呢啲飄窗位咧會即係叫做嘥地方。當然啦，我都理解，我都係認同嘅。但係我個人咧會比較即係工位嚇，工位咧就係一定要帶一個咁樣嘅飄窗位。點解？方便老人家坐低喺度沖涼啦，同時亦都可以放一啲嘅沖涼液啊、洗頭水。嗱，萬一如果呢個叫做飄窗冇咗之後，成個一個淋浴間會更加之大。即係個人嘅睇法唔同。反正我覺得工位咧要有飄窗位會比較好，以及呢整面嘅採光面咧，亦都會比較大嘅。有一樣嘢同大家講下，對面呢度咧肯定睇到你沖涼㗎，所以呢度一定要貼翻塊嗰啲叫做紙啊，或者係整一個叫做窗簾先 OK 啊，唔係真係人哋及住你沖涼就冇咁好啦。咁我再睇翻3間房嘅一個分佈啦。咁呢一間房咧就會連接翻呢個露台嘅一個位置啦。咁呢個就建議做翻間呢個長輩房，都完全啦，都係冇問題嘅。長輩房整體嘅空間其實放張米半嘅大床，2個床頭櫃，放一個細細嘅衣櫃就 OK 啦。細我感覺係細啲嘅，係啊，呢間房係細啲嘅，呢間房唔適合你做翻間客房或者書房係 OK。呢間房留俾長輩住就完全冇問題啦。放張呢度放米半嘅大床，2個床頭櫃，然後呢邊仲可以放衣櫃，所以整體嘅空間亦都會比較好噶。咁呢度視野同樣都係麻麻地嘅，實話實說呢度望出去視野都係麻麻地。我睇翻下呢邊嘅朝向先，我睇下呢邊朝向，稍等一下各位朋友仔。咁呢邊咧就叫做東北向嘅，咁仲有一樣嘢，佢用料咧會比較足，全部都係用咗呢個中空隔音隔熱嘅一個玻璃，即係一關埋隻門，即使你喺馬路邊都好，佢會比較靜音啲，會比較靜音啲。咁最後咧就嚟到主人套房，入主人套房之前咧，先同大家講下佢點解咧隻門唔開喺呢度咧？因為如果隻門開喺度咧，就門對門就唔係幾好，即係風水學嚟講，所以咧佢隻門就改翻咗呢度，所以佢隔離呢個開發商咧都會關於風水方面咧都會比較用心嘅。咁最後咧就嚟到呢個主人套房嘅位置，整體嘅空間咧肯定係大嘅，冇問題。2個床頭嘅2米大床，衣帽間啲全部都有埋呢個飄窗先，以及呢度望翻出去咧。就係呢個隔離嘅總部啦，以及呢個太古里珠海辦嘅一個太古里。咁有啲嘅朋友仔咧就好擔心，樓下就係商場，樓下就係馬路，唔係好鬼死嘈咯。人哋諗到呢個問題喎，所以啱啱我都提及到呢度咧會做咗嘅中空鋁衣玻璃，隔音隔熱，門一關聽唔到出邊嘅聲音。咁如果話介意嘅話，可以揀翻入邊嗰幾棟，即係入邊個戶型都係 OK 嘅。咁呢個就係咁樣嘅一個設計啦。咁呢邊咧就係後期你會做翻個衣帽間，完全都冇問題嘅，呢啲空間夠晒啦。最後就嚟到呢個3段式嘅一個洗手間啦，3段式嘅洗手間呢個咧智能馬桶都係送俾你嘅，以及有一整面嘅一個收納空間，以及呢個鏡面都係有噶啦，都係 OK 啦。呢啲咁樣嘅設計係咪先叫做簡約風啦？咁最後就嚟到呢個淋浴間，主人套廁嘅淋浴間嗱。如果呢個飄窗位冇咗之後，呢個淋浴間嗰個大細真係好大。你真係唔係咁沖涼啊？你斜住沖涼，點樣沖涼都 OK， 咁個空間感夠晒，以及佢仲係270度嘅一個轉角飄窗，所以佢嘅一個採光比其他人嘅採光會特別之好。不過咧採光好容易走光，你就後期做翻呢啲窗簾做翻落去啦，唔係真係容易走光，因為對面咧係真係可以望得到嘅。咁呢個咧就係91方嘅3房2廳2衛嘅一個樣板間啦。咁我就介紹到呢度先。咁我而家咧就過去118幅4房樣板間，帶大家去睇睇啦。OK 啦，咁而家咧就過到嚟91
方嘅一個陽板間呢邊啦。咁呢個單位咧就91方，做到3房2廳2部衛生間嘅。咁呢個同個戶型啦，同呢個戶型啦都係一樣嘅。咁我而家咧就過去呢個創意嘅陽板間去帶大家感受下先。咁呢個格局咧就係叫做餐客廳傳統格局啦，餐客廳一體化嘅，所以佢一個整體嘅空間咧亦都會比較大嘅。咁大家如果你中意咁樣嘅設計咧，可以根據翻咁樣嘅設計放咗咁鬼死長嘅台，跟住2個人喺度鋸下把。我個人咧唔中意好似黐鳩線咁放咁大張台喺度把鬼，係咪先？咁佢廚房嘅位置咧就閹割咗嘅，即係點閹割咗咧？除非咧你唔煮飯咧，你就咁樣去設計咧。你平時煮下飯咧，咁樣設計嘅話就係傻 Q 咗嘅。佢正常咧就係呢度仲有一埲牆咁樣去封住，跟住一入門口咧咁入嚟呢度會有一個趟門嘅咁樣設計。佢嘅廚房咧唔會話十分之大，但係咧就個空間都夠晒，就1到2個人煮飯咯。咁並且咧都會帶呢個窗嘅。咁嘅廚房嘅3面套咧都係有。佢唔單止送3面套，仲送到一樣嘢就係呢個格力嘅一個風管機送到俾你嘅。咁包括呢啲雪櫃位啊，你可以根據翻咁樣嘅設計，以及呢一整面嘅櫃，我個人咧就唔係幾中意。喂，呢同呢度點夾㗎？係咪先？你最起碼整一啲酒櫃啊，或者係放一啲其他啲嘅收納櫃都 OK 啊，放一啲可以放鞋咁樣黐鳩線，我邊食飯邊聞下啲鞋嘅味道，係咪先？咁呢個門口嘅位置咧，大家可以參照翻佢咁樣嘅一個設計咯，一整面嘅鞋櫃。呢度咧上邊咧就建議，即係上邊呢一框就會做一啲叫做收納空間，下邊呢一框咧就即係放下啲鞋位置就 OK 嘅啦。咁包括呢啲吊頂天花啊，以及呢個風管機啊，都係用咗格力咁樣去一個交付標準嘅。咁佢一個客廳嘅一個開間咧，相對嚟講亦都會比較闊落嘅，目測都有3米幾嘅，所以應該就可以放到一個係65寸電視以上。咁其實實話實說啦，呢度嘅得房率唔會好高嘅，因為呢度唔算係一個新規嘅產品，但係佢係珠海香洲14,000蚊嘅單價上車，即係價錢平咯。其實咧14,000蚊咧就係嗰啲2、3樓咋，如果係呢度單位咧，基本上要去到17,000到18,000呢個價錢，並且係期樓嚟嘅，即係要去到5月份先交樓，即係準現樓咯。咁呢邊咧就係呢個露台一個位置啦。咁我轉頭帶大家睇下。反正邊度冇人，我先帶大家睇冇人嘅地方先啦，好。呢度咧就係佢一個嘅休息區一個地方啦。佢佈局咧就3間房2個洗手間嘅。嗱，重點同大家講下，呢度咧都會帶呢個叫做智能嘅家居，亦都可以用呢個手機咁樣嘅控制，即係平時即係提前開空調啊，提前開燈啊，都完全都係冇問題嘅。呢樣嘢咧，我值得一讚佢就係呢樣嘢即係當然，其實每一樣嘢樓又好，人又好，都會有佢嘅一個優點啦，以及呢個缺點嘅，人都係咪先？咁再睇翻個房間嘅位置啦。咁呢度咧就第一間房，咁佢第一間房其實咧，你會睇到佢創意陽板間，點解覺得明明係好細嘅，點解會咁大嘅咧？因為基本上全部都係利用咗呢個飄窗嘅位置，佢呢鋪床有一半都係飄窗嚟嘅，所以顯得呢間雖然係細房，都係好鬼死大嘅原因之一就係咁。咁呢度望出去景觀咧，真係肉酸夾核突。點解？因為全部都係一塊空地嚟嘅。實話實說，咁呢度咧係基本上佢唔好嘅嘢係咩咧？即係佢基本上都係起好晒，但係有部分仲係施工呢個階段嘅，呢樣嘢就係唔好啦。即係加上佢價錢老實講，真係唔會話十分之平，去到18,000蚊。如果要買啲14,000、15,000蚊啲，得佢2樓或者係3樓，貨量又唔多，你會點揀呢？不過好在咧，佢都係珠海香洲區。咁呢度咧就係3段式嘅洗手間，3段式嘅洗手間。喂，呢啲點講咧？我都唔知點講啦，真係有啲相對嚟講，即係叫做縮細版嘅一個叫洗手盤啊。咁呢個鏡面位咧都係做好晒嘅啦。咁包括啦，以及呢個帶窗嘅一個洗手間啦。咁呢個咧就其實呢個洗手間呢個工運係中規中矩嘅。咁最後咧就嚟到呢一間房。呢間房咧就係叫做後期你可以做客房 OK 嘅，做書房都冇問題，或者甚至即係將呢間房同主人房連通咗佢之後，呢度咧會做翻間叫做衣帽間，亦都 OK。咁值得一讚咧，佢並且因為我個人咧係好中意飄窗嘅，
係啊，即係標槍你就唔好搏佢啦，係咪先？佢有嘅嘢你硬係要整佢做乜嘢咧？平時坐喺呢度咪幾舒服咧？等用一張凳，我有攤啊，即係當貴妃椅咁樣攤又冇問題。以及佢呢度咧係270度一個飄窗位嚟嘅，所以個採光面咧會更加之大啲。雖然咧有啲細細地，但係咧最尾都有誠意俾到你係咪先？所以佢呢間房嘅一個採光會更加之好，通透性亦都會比較強嘅。咁最後就嚟到主人套房一個位置啦。咁先睇呢個洗手間先啦。咁3段式嘅洗手間，咁智能馬桶都係送俾你嘅。嗱，主人套房嘅淋浴間，你睇下有幾細？如果我100kg 嘅話，我點沖涼啊？我想問下係咪先？所以咧100kg 樓下嘅朋友咧先可以買呢度啊，講笑啫。咁呢個咧就係洗手台嘅位置。洗手台嘅位置唔合理嘅地方係啲乜嘢？我要彎低腰洗手，你睇下幾矮？我都唔係好高嘅啫，我都係標準亞洲人嘅身高嚟啫，我仲要咁樣彎低腰咁樣去洗，所以呢個係唔合理嘅地方。但係咧，如果你買到14,000、15,000蚊單價嘅單位咧，就係抵啦。咁呢度咧就主人房平時瞓覺嘅地方，風管機都係有晒噶啦。咁其實咧點解而家會流行風管機嘅原因咧？一慳錢。佢出風咧會比較柔和，唔似啲中央好似發發聲咁衝，就會比較嘈少少。咁呢邊咧會做到3邊6床啦，2個床頭櫃嘅，整體嘅空間夠晒噶啦。咁呢邊嘅望出去嘅視野景觀咧，呢邊咧到時候會望翻馬路啦，以及呢個酒店嘅。咁呢一邊整體嘅一個視野就曳啲噶啦，冇辦法，因為而家有部分咧仲喺起緊喺度，後期交咗樓之後咧，呢度嘅城市面貌咧會更加之靚嘅。咁呢度咧就91方嘅陽板間啦。咁我哋91方嘅陽板間睇完啦，以及啱啱最大嘅118方嘅陽板間都睇完。咁我而家就落去同大家總結一下呢個樓盤先啦。唉，終於都睇完啦！你睇下咁夜。我由天光拍到天黑，咁夜仲有客戶咁睇緊樓喺度。咁咧，其實呢個樓盤嘅佢嘅一個優點啦，以及缺點啦，相信大家都會比較清楚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先講下呢個樓盤嘅一個優點。咁其實佢最大嘅優點咧，就係佢嘅價錢平，14,000蚊嘅單價咧就可以上車，並且咧係帶裝修嘅。咁同大家講下啦，14,000蚊係買到點樣嘅貨咧？就係呢啲2樓、3樓甚至係4樓。咁如果你話去到高樓層嗰啲嘅話，即係中間樓層或者係中高樓層，基本上要去到17,000蚊一個單價先可以上到車。17,000蚊嘅單價喺呢個珠海個香洲區，其實個性價比亦都係高噶啦。但係如果14,000蚊嘅話，真係高到我都唔知點樣去想象，所以導致咁多人、咁多客、咁多 agent 過嚟拍視頻嘅原因之一就喺度啦。呢個咧就係佢嘅第一個優點啦。第二個優點咧就係嗰個得房率。其實佢嘅得房率相對嚟講亦都會比較高，去到90%嘅一個 percent。你諗呢棟樓係22年開始建嘅，新區住宅係24年打後先會有嘅，所以冇新規住宅之前，佢一個得房率先係得個85%，但係佢居然可以做到90%，所以相對嚟講，佢得房率亦都會比較高。咁其實呢樣嘢亦都係佢一個優點之一。咁第三個優點咧就係嗰個交通，因為佢呢度一出去咧就係呢個香海大道啦，連接翻呢個香海高速，所以你去到呢個港珠澳大橋睇塞唔塞車。如果唔塞車嘅話，大概我啱啱出咗車就22分鐘就翻到去港珠澳大橋，所以你過關翻香港亦都會比較近。甚至乎呢個香海高速一上咗之後，你去廣州、深圳以及中山任何一個城市都係可以實現得到1個小時一個叫做生活圈啦。咁有啲嘅朋友仔即係唔識揸車嘅，即係要坐呢個城軌嘅，佢隔離啦都會有呢個叫做明珠站，8分鐘嘅時間啦就可以去得到呢個叫做明珠站嘅啦。所以佢交通路網咧可以講得上叫做4通8達嘅。咁呢個咧就係佢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優點之一。咁再講咁多優點，再睇翻呢個樓盤嘅缺點。嗱，呢個樓盤嘅缺點好直觀，睇到未啊？佢樓間距咧相對嚟講會比較近啲，因為呢個樓盤咧密度咧會比較高，所以佢居住環境咧就相對嚟講，即係小區嘅居住環境就麻麻地。但係咧，佢後邊咧背靠住呢個鳳凰山，所以佢一個空氣嘅一個質量咧，亦都會比較高嘅。咁呢個就咧就佢呢個項目嘅優點唔係缺點其中一個缺點。咁第二樣嘢咧，
因為呢個項目雖然睇到未啊，起好晒響度，但係佢交樓時間咧，相對嚟講要去到明年嘅五月份啦，先可以交到樓，即係等同於而家係10月份，等同於要等大半年嘅一個時間先可以交到樓啦，係啊，即係等同於叫做期樓咯，有部分咧仲響個起緊響度，所以佢呢度即係叫做一個叫做工地，即係 bling bling 鏗鏗咁樣嘈亂巴閉嘅啦，以及佢項目雖然咧自帶一個8萬平方米個商業，起得都好靚噶，成個成都版嘅一個太古里咁樣噶，不過咧未開業，要去到明年嘅年底先開業，有部分咧已經係招商響度噶啦。點解要明年嘅年底先開業？因為呢度都未交樓，都冇人。我開業嚟把鬼咩？係咪先？啲生意點樣做啊？我蝕錢嘅生意邊個去做啊？你做我做啊，冇人會做噶嘛。所以要等呢度5月份交樓，咁呢度咧就10月份咧就開業，就啱好一個叫做時間線就啱啱好啦。咁呢個咧就係佢一個項目嘅一個優點啦，以及缺點嘅。咁其實呢個項目咁適合點樣個人群咧？我再同大家去分析下。咁適合一啲。比如話攞住100-200萬嘅一個總價啦，想珠海呢個香洲區買一套樓，但係唔急住住嗰種，就適合呢一啲啦。如果話你話所攞呢200萬或者200-300萬，即係急住要住嘅，又需要呢個人間煙火嘅呢一個樓盤，絕對唔適合你。你可以選擇翻呢個舊香洲區，舊香洲區基本上都要2萬蚊1平方，甚至以上2萬幾蚊、3萬蚊都有。即係為起身總價要成200-300萬喎，各位朋友仔。如果你話選擇平啲嘅，你可以揀翻呢個坦洲嘅，即係呢兩個地方咧，相對嚟講會比較成熟，人間煙火亦都會比較足。即係急住住嘅朋友會揀翻呢邊，如果話唔急住住嘅朋友可以揀翻呢度，因為呢度嘅性價比真正係好高嘅。咁目前咧就琴日啱啱開盤啫，所以佢而家仲有一啲嘅。2樓、3樓一啲嘅14,000蚊嘅一個單位，並且係大裝修嘅。如果你哋感興趣嘅話，喳臨過嚟實地考察啦，或者係私信我發一份資料包俾到你，都完全都冇問題嘅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記得俾個 like 或者係訂閱一下，支持我呢位盡職，感謝各位朋友仔支持啦。咁今期咧就到呢個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